来哦，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咯。今仔日开始，防疫的规定搁来放令，确诊者的隔离缩短为5+N， 也就是确诊的前5天袂当来出门，后壁0到7天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，只要快筛是阴性，就会当解除隔离。也搁有一个重点，为11月21号这天开始，通报确诊的民众，因为爱隔离5天嘛，所以无法度投票。医师咱的电话等袂停，医药线顶看诊的病人一个接一个，不管是倒一位患者，除了问诊以外，还搁加给人提醒一句话。你知道今天开始只需要隔离5天吗？我知道。今天算是第0天哦。一边送互患者听，一边提醒，就惊民众走出去。今仔日开始，确诊的人隔离改做5+N， 也就是前5天袂当出门，续落来7天自主健康管理。若是快筛阴性，就当自由。以26号选举投票日来算，会头前推算5天，21号后才通报确诊的民众，就袂当出门投票。过去都是所谓的7+7嘛，那现在突然间转为5+N， 那很多人呢，可能如果他没有常在看电视的、报纸的人，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政策已经改了。一般至少要1个礼拜，民众才会了解的哈。刚一刚上路的防疫新规定，特殊场所疫苗3剂零取消，亲像学校的老师，就算无准满3剂，今日开始万免搁逐礼拜做快筛，快来剂卖搁发搁较济，除了中价收1号会当免费领，各小学生大人卖当领到5剂快筛，上紧伫21号就开始发。1、2位同仁他是个人的身体免疫力比较不好，所以他不敢轻易尝试。然后还有学生部分，有些有打，有些没打，在5破，因为解严了，大概大家就比较轻松。后疫情时代无过去这么严重，各项防疫规定搁一摆放量，希望大家拢会当紧恢复正常的生活。